们告诉更多的报告这些，不是要你们真的去把这些事情把它报告啊，不是这个样子啊。我们只要告诉学生，有这个法律的规定，我当老师的我也有这个权限。只是呢，你这些行为，我们要用教育的手段来对你辅导，对你做处理掉而已。其实我们是有这个权利的，也就是说，我们要告诉他，他是业毕业哈，我们是有权利把你怎么样啊？好的，这是告诉各位，那老师的权限也是这样。好，这是法律的条文啊，死板板的。我们现在告诉的是，重点就是少年室内处理法之外，我们谈一些